耶穌宣講的總綱。耶穌呼喊說：信我的，不是信我，而是信那派遣我來的；看見我的，也就是看見那派遣我來的。呼喊一詞表示耶穌要作出隆重嘅啟示。父派遣耶穌呢個主題係若望福音強調嘅思想之一。呢一個係一個獨特嘅派遣。耶穌唔單止做父嘅使者，代表佢行事，而係父親自臨在喺耶穌之內，藉住佢說話、表白同埋許諾。若望福音強調門徒信仰嘅對象係耶穌，但係信仰嘅最終目標係透過耶穌步向嗰個派遣佢嚟嘅天主。信仰耶穌係同天主達至共融嘅基礎。刻畫過佢同父緊密嘅聯繫之後，耶穌將話題轉到佢喺人中間嘅使命。我身為光明，來到了世界上，使凡信我的不留在黑暗中。無論誰若聽我的話而不遵行，我不審判他，因為我不是為審判世界而來，乃是為拯救世界。為相信嘅人，耶穌獻出咗佢嘅光，但係為唔遵守或者唔接受佢說話嘅人，即係拒絕佢嘅人，受到審判係自己攞嚟嘅。遵行指嘅唔單止係道德行為，而係順從，包含咗實踐耶穌嘅話嘅意思。47節所指嘅，聽耶穌嘅話，但係唔遵行嘅人將會受到審判。對觀福音，比擬呢啲人好似喺沙上面建築房屋，無根基，經唔起考驗，最終結局慘淡。拒絕我及不接受我話的，自有審判他的，就是我所說的話，要在末日審判他。因為我沒有憑我自己說話，而是派遣我來的父，他給我出了名，叫我該說什麼，該講什麼。我知道他的命令就是永生，所以我所講論的，全是依照父對我所說的而講論的。呢度嘅敘述回響咗申命紀嘅唔少細節，尤其係天主論及像梅瑟一樣的先知嘅說話。我要將我的話放在他口中，他要向他們講述我所吩咐他的一切。若有人不聽信他，因我的名所說的話，我要親自同他算賬。耶穌強調佢係從父嗰度領受咗命令，呢個命令唔單止支配咗耶穌所講嘅嘢，亦都掌管咗佢嘅行動。因為耶穌喺第10章18節已經提及佢嘅死同埋復活係基於父嘅命令。當然呢個命令冇勉強耶穌遵行嘅意味。聖史喺呢度重申福音一直強調嘅主題，耶穌同父嘅旨意完全一致，而耶穌由父領受嘅呢個命令亦都影響住人，因為耶穌嘅言行都係受住呢個嘅命令嘅支配，而佢本身就成為咗永生嘅泉源。正如申命記指出，人係靠上主口中所發的一切言語生活。喺若望福音就係永生嘅天主嘅命令，指嘅當然唔只係舊約嘅誡命，而係天主透過降生成人嘅聖言所講嘅說話。喺第5章39節，耶穌批評猶太人查考佢哋認為蘊含住永生嘅經典並唔足夠。喺呢度耶穌清楚指出，人要喺佢嘅說話入邊揾到永生。耶穌總結佢公開傳道嘅時候宣布嘅宣講大綱，隱約回響咗梅瑟頒布法律之後俾以色列民嘅規勸。你們應把我今日警告你們的一切話記在心內，好吩咐你們的子孫謹守遵行這法律上的一切話，因為這為你們不是空洞的話，而是關係你們的生命。